大家好，今日嘅培訓我哋要講下能源管理嘅角色定位。能源管理喺酒店入邊，並唔只係一個工程或者後勤部門負責嘅技術問題，而係一個同營運成本、服務穩定性同長遠風險管理密切相關嘅管理議題。酒店屬於全天候運作嘅建築類型，冷氣、照明、熱水、升降系統都需要長期運行，令能源消耗成為一項持續而且穩定嘅支出。能源管理嘅重點唔係節省到極限，而係提升單位能源所產生嘅價值。換句話講，就係喺唔影響客人體驗同埋安全嘅前提之下，減少隱性嘅浪費，提升系統整體嘅效率。呢一種思維將能源管理由短期嘅節省行為轉化為長期嘅營運策略。能源嘅使用其實已經融入咗日常嘅工作，例如冷氣設定、設備嘅啟動時間、熱水嘅使用模式等等。能源支出同埋設備嘅老化、維修風險、ESG 表現都有直接嘅關聯。因此，能源管理並非係單一部門嘅責任，而係需要跨部門理解同埋配合嘅共同議題。熱水系統係酒店能源消耗中一個非常穩定而且持續嘅來源。無論係客房嘅沖涼、洗衣房嘅運作，定係餐飲後勤嘅清潔，熱水需求幾乎全年都冇停過。正因為呢個原因，熱水系統往往會成為能源效率提升中一個改善潛力高，但又好容易被忽略嘅範疇。喺能源管理嘅角度嚟睇，熱水系統嘅問題未必來自設備嘅故障，而係來自設定長期都未被重新檢視。系統一旦投入咗運作，通常都會沿用舊嘅設定好多年，而能源嘅浪費都係慢慢累積，唔係咁容易即時察覺有問題。將熱水系統視為能源管理切入點，有一個實際嘅好處，改善措施亦都會相對集中，而且成效容易被量化。當酒店能夠清楚掌握熱水系統嘅能源使用模式，管理層就可以更加具體咁去評估後續嘅改善方案，而前線嘅同事亦都可以理解相關調整同日常嘅操作之間嘅關聯。跟住落嚟，我哋拆解熱水系統嘅效率，其中一個核心嘅概念就係系統設定係咪真正配合到實際嘅使用需要呢？過高嘅水溫設定表面上似乎可以提升舒適度，但係實際上往往會帶來額外嘅能耗，同時增加設備嘅負荷。譬如將熱水儲存溫度設定喺合理嘅範圍，例如約攝氏49度左右，再配合恒溫混水閥嘅使用，可以同時兼顧能源效率、安全同埋住客嘅體驗。混水閥嘅作用係將高溫儲存水同實際出水嘅溫度分離，令系統運作更加靈活，而唔需要長時間維持喺過高嘅溫度。另外，水箱同埋管道嘅保溫層狀況都會直接影響待機嘅能源消耗。保溫不足會導致熱量持續流失，迫使系統頻繁咁去啟動補充熱力。而改善保溫屬於投資較低、回收期清晰可以見到嘅措施，適合納入分階段能源優化計劃，亦較容易交代效益。熱泵熱水系統代表住能源管理由優化使用方式邁向改變能源轉換嘅邏輯。熱泵透過吸收環境中嘅熱能去加熱水源，令同一個單位電力可以產生更加多可用嘅熱能，能源嘅效率相對亦都比傳統嘅系統更加高。熱泵熱水系統嘅價值並唔只係節能，而係降低對單一能源形式嘅依賴，從而提升長期營運嘅韌性。當能源價格波動或者政策要求改變嘅時候，高效率嘅系統就可以減低衝擊。不過，熱泵系統係咪適合，往往都取決於空間條件、氣候因素同埋使用嘅模式。因此喺培訓嘅層面，重點並唔係即時導入，而
而係先要理解佢嘅運作原理、限制同埋適用場景，為未來設備更新或者翻新預留更加多嘅選項。升降機同扶手電梯係酒店內一類相當特別嘅能源使用設施，佢嘅單次運作能耗未必好高，但係由於使用頻密、運作嘅時間長，全年累積嘅能源消耗其實相當可觀。再加上升降系統直接會影響客人嘅流動體驗，因此能源管理嘅出發點並唔係限制佢哋去使用，而係應該優化運作嘅方式。升降系統嘅能源管理可以理解為一個節奏管理問題，透過調整運作嘅策略，令設備喺繁忙時段保持流暢，喺非繁忙嘅時段降低能耗，酒店就可以喺唔影響服務質素嘅前提之下，逐步提升能源嘅效率。前線嘅同事能夠理解升降系統能源管理嘅理念，有助佢哋明白某一啲運作安排背後嘅考量。對管理層嚟講，呢一類嘅優化措施往往同維修成本、設備壽命同埋安全表現有密切嘅相關，而並唔只係電費嘅問題。進一步深化升降系統能源管理，就會涉及驅動技術同埋負載管理。呢一層並唔單止係新科技嘅介紹，而係同酒店長期資產管理策略有直接嘅關係。例如，再生驅動系統可以喺升降機減速或者制動時，將原本被消耗嘅能量回收再用，從而降低整體嘅用電量。變頻驅動技術可以令摩打運作得更加順暢，避免喺啟動或者停止嘅時候出現用電嘅高峰。另外，負載感應技術可以根據實際嘅承載情況，自動調整動力輸出。當升降機載客量較低嘅時候，系統唔需要以全功率運作，從而減少能源嘅消耗。呢一種按需要功能嘅概念，正正就係現代能源管理嘅核心方向。呢啲技術嘅價值並唔只係節能，而係同設備壽命、維修頻率同埋乘坐舒適度同時掛鈎。當系統運作得更加平穩，零件嘅磨損自然會減少，長遠可以降低突發故障嘅風險，提升整體營運嘅穩定性。智能控制系統代表住能源管理模式嘅一個重要轉變，由長開長用轉為按實際需要去調節。例如，目的地分配系統可以根據乘客嘅目的樓層，自動安排最合適嘅升降機，減少重複嘅行程同埋空載嘅運作。待機或者睡眠模式就可以喺低使用率嘅時候降低摩打活動或者關閉部分嘅照明，而喺需要時迅速恢復正常運作。感應式嘅速度控制可以喺冇人使用嘅時候自動減速，甚至暫停運作。當有人接近嘅時候，再回復正常嘅速度。呢一類嘅安排可以大幅減少閒置時候嘅能源消耗，亦都唔會對客人造成任何不便。智能控制系統最大嘅優勢係在於將能源效率內建喺系統之中，減少對人為操作嘅依賴。咁前線嘅員工就唔需要額外執行節能嘅指令。系統化控制亦都有助確保節能措施可以長期穩定咁樣運行，而唔會因為人手嘅變動而失效。當酒店完成一系列能源效率提升嘅措施之後，下一個自然浮現嘅問題，往往係除咗用得更加有效率，仲可唔可以改變能源來源嘅本身呢？呢一部分正正就由呢一個角度出發，討論可再生能源喺酒店營運中嘅角色。可再生能源係核心嘅價值，並唔只係減碳，而係降低酒店對外部能源市場波動嘅敏感度。傳統能源價格受到地緣政治、市場供應同埋政策影響較大，而酒店作為長期營運機構，
能源成本穩定性本身就係一個風險嘅管理。不過喺酒店嘅實際環境之中，引入可再生能源往往需要現實嘅考量，例如空間限制、建築結構、法規要求同埋投資回收期。因此，重點唔係即刻推行全面嘅轉型，而係首先建立對可再生能源適用場景嘅理解。例如，某啲酒店可能會較適合使用太陽能作為熱水或者泳池加熱，而唔一定追求全電力供應。又或者喺翻新或者新建嘅項目中預留可再生能源嘅整合空間。呢一種漸進式嘅思維有助將可再生能源納入中長期嘅設施策略，而唔會變成短期嘅負擔。當討論能源管理嘅時候，如果只係集中喺環保價值，往往都好難以說服營運層面長期嘅投入。相反，如果能夠同時清楚咁呈現經濟同埋環境嘅雙重效益，能源轉型就會由理念轉化為策略。能源效率提升同可再生能源嘅應用，有助降低長期營運成本嘅不確定性。而且減少碳排放亦都有助酒店配合 ESG 嘅要求、政府政策同埋市場嘅期望。近年客人、企業客戶同埋投資者對酒店可持續表現嘅關注明顯提高，能源管理已經逐漸成為品牌形象同埋市場競爭力嘅一部分。值得留意嘅係，能源轉型亦代表係一種創新嘅信號。當酒店展示出對新技術同埋新模式嘅開放態度，往往有助提升外界對其管理能力同埋長遠發展方向嘅信心。所以呢一部分我哋想帶出嘅並唔係單一回報嘅計算，而係能源管理點樣同整體企業策略產生連結。太陽能應用嘅發展近年已經由附加設備逐步演變成建築整合方案。呢一部分我哋會睇一睇呢一種由設施走向設計嘅轉變。傳統太陽能板多數安裝喺屋頂，用作發電或者熱水嘅供應。但係隨住技術嘅進步，透明嘅太陽能窗、太陽能幕牆呢類技術將能源生產同埋建築功能結合，令能源管理唔再只係後勤嘅議題，而係設計層面嘅一部分。對酒店嚟講，呢一種整合式嘅太陽能應用，除咗係能源效益，亦都具有形象價值。當可持續嘅元素被清楚呈現喺空間之中，住客就更加容易理解酒店嘅環保理念，亦有助將能源管理轉化為實際嘅體驗。當然，呢一類嘅技術未必適合即時大規模嘅採用，但係喺翻新或者新建嘅項目時候，提前理解佢嘅潛力同埋限制，有助酒店喺未來作出更加前瞻性嘅選擇。嚟到呢一集培訓嘅最後一部分，我哋可以將焦點由單一設備同埋技術拉闊到能源管理對酒店整體營運能力嘅意義。呢一集嘅培訓其實係想帶出一個核心嘅觀念：能源管理並唔係一系列零散嘅節能措施，而係一種持續優化嘅營運思維。當酒店由被動回應能源成本，上升到主動規劃能源嘅使用方式，能源管理就會由後勤支援轉化為營運策略嘅一部分。能源效率提升有助降低長期成本嘅不確定性，亦能夠減輕設備老化、突發故障同埋合規嘅壓力。對工程部嚟講，系統化能源管理可以令設備運作得更加穩定，減少非系統性嘅維修。前線嘅同事理解能源使用背後嘅邏輯，亦都有助將日常操作同埋酒店長遠嘅方向連結起嚟，而並唔係執行指示咁簡單。更重要嘅係，能源管理已經逐漸成為酒店可持續發展表現嘅核心元素之一。隨住市場、客人同埋合作夥伴對環境表現嘅關注提升，能源管理唔再只係內部節省，而係酒店對外展示管理能力、風險意識同埋未來定位嘅一部分。因此，呢一部分嘅培訓
並唔係要大家即刻去採取某一項嘅行動，而係希望建立一個共通嘅理解。能源管理係一個需要長期投入、跨部門合作、循序漸進嘅過程。只要方向清晰，每一步優化，無論大小，都會慢慢累積成為酒店長遠競爭力嘅一部分。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喺結束之前，想麻煩大家花少少時間掃描呢個二維碼，填寫一份簡單嘅問卷。你哋嘅意見對我哋嚟講非常重要，可以幫助我哋改進同埋完善未來嘅課堂。再次感謝大家。